主席，好多謝張華峰議員提出今日呢個議案，讓我哋有機會可以繼續辯論一個咁重要嘅議題。主席，香港嘅人口老化問題近年其實已經得到政府、立法會以及社會大眾嘅重視，亦都係開始積極定制唔同嘅政策同法律係應對嘅。咁但係我覺得同樣嚴重影響民生，亦都係可以話來勢洶洶嘅樓宇老化問題反而我覺得政府同埋有部分業主一直都係採取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一個咁嘅態度，所以就滋生咗原議案提到嘅一啲圍標問題、工程質量以及公眾安全等等嘅威脅。睇翻統計香港50年樓齡以上嘅樓宇往後每年都會增長，係增長超過500棟，係遠超舊樓重建呢個咁嘅速度嘅。去到2040年，呢個數字就會增至2.2萬棟啦，係2020年嘅3倍。宏福苑大火為全香港嘅樓宇老化及大廈維修嘅問題真係響起咗一個好明亮嘅警號，帶嚟咗最慘痛嘅一個教訓。各界我覺得都不能遇難避事，必須係更加積極、有效同埋周詳咁樣去應對。張華峰議員提出嘅7點建議我同我 G19 嘅同事都係原則上支持嘅。當中最後4點包括完善工程物料嘅抽查嚴防造假管制易燃物料喺維修工地嘅使用向工程顧問或者承建商中結業嘅業主提供支援，以及強制維修工地全面禁煙等等我覺得應當係政府喺短期內就能夠落實。咁所以琴日都話喺好高興各位司長、副司長同埋局長亦都喺尋日嘅政府議案裏邊發言亦都係承諾咗會展開相關嘅工作。對原議案我仲有2點補充。第一係嚴防物料造假、管轄易燃物料工地禁煙等措施我認為不應該只係用於大廈維修嘅工程。其實例如新樓嘅建造，以至各類型嘅公共設施嘅工程我覺得都應該係包含在內嘅。第二係當局唔好淨係重視立法而忽略咗執法。例如工地全面禁煙，就算係新樓宇嘅地盤大嘅發展商大嘅承建商肯定都會話：喂，真係好難落實㗎喎。咁但何況係一啲小嘅屋苑，甚至係單棟樓嘅業主咁所以千祈唔好講咗就等於做咗，以為立咗法收咗例就等於大家一定會遵守法律，冇細緻咁樣去考慮執法、支援同埋配套等等嘅問題。主席，呢個係我提出修正案其實個重點。強制驗樓計劃原意初心其實係好嘅，係規定舊嘅樓宇業主定期驗樓，發現有問題就要自行維修。如果小業主唔夠錢，政府仲可以俾埋錢你，借埋俾你。但係當局唔應該假設所有業主都擁有管理大廈維修工程嘅能力，包括佢哋嘅組織能力同埋相關嘅專業知識。法例規定要維修，政府仲俾埋錢業主維修，但係招標程序、工程設計監管、物料質量同埋價錢等等好多小業主都係唔係太懂，亦都可以話一嚿雲，任由俾人劏，有好大嘅空間俾不法分子乘虛而入。最後好多正經專業嘅工程公司面對圍標問題，唔想同流合污，唔敢沾手舊樓宇嘅維修，造成劣幣驅逐啲良幣。守法嘅人就做唔到生意，違法嘅人反而攞晒生意。司長喺琴日發言中都提出會加強市建局喺推動樓宇維修方面嘅角色同埋功能，推出加強版嘅招標妥服務。其實某個程度上亦都係回應咗我今日嘅修正案，展示咗現屆政府係有擔當有為，願意廣納聽取意見。未來喺成敗關鍵喺執行當中，所以我哋作為議員定當積極配合，同時作出有效嘅監察。本人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今日嘅修正案。